落雨目前是无阴啦，因为是阮昨昏，阮的迄个余亮堂，昨个昏啊11点外，甲下早11点40，落115啦，115mm。系啊，那到目前准拄啊落大概135啦。啊，虽然落安尼，但是吼，阮阵水沟是无满。啊，因为水沟拄好整治。整治来到阮公司了，遮已经到迄个新埔桥，而且12点的粉红也有做好啊。所以讲，阮阵的水吼，咧透真紧。曾文溪的排水，无论是它的工程、用地、桥梁改建等等，这个部分我们过去投入了58点多亿。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12电疏洪到体，它的整个的疏导洪水的功能，必须在最后来完成。上游剩下是2.多公里，就是我们最后要完成的工作。我们在8年800亿以及前瞻基础建设之后，已经完成了很多大部分的工作，但最后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完成，非常可惜。我们希望从源头系统性的来治水，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治水、新供水跟降漏水整个大的一个工程计划。但是我们有3个目标，第一个，这个计划完成之后，要最小淹水面积、最快退水时间、最高安全标准，我们用3项指标来完成这样的工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整个安南区过去常常变成这个淹水热点的地方，我们检视的结果都没有造成积淹水，因此呢，非常谢谢这些分洪设施的功能，也唯有这样子发挥功能。感谢前瞻计划，感谢我们赖总统还有蔡前总统他们的一个支持，让占有全台湾易淹水区域1/3的台南市，这一次没有发生这个积淹水。那这个可见前瞻计划是有功效的，可见中央跟地方协力是有效果的，能够对于居民的生命财产尽最大的保护作用。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6月2日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暑假是旅游旺季，为了发展跳岛旅游游艇以及拓展海洋影视观光，台南市政府将在7月8号开展台南安平到平湖马公观光交通全航线，以每礼拜2班固定航班，提供台南甲平湖两地旅客加一项利便选择。台南到平湖的航线除了坐飞机，过去安平到马公的观光交通船，因为防疫的关系，一档只营运2-3个月。为了迎接暑假旅游的旺季，甲着发展跳岛旅游的游艇，市府观光旅游局积极甲着航港局以及专运公司来协调，总算促成每礼拜2班的固定航班，将伫后个月7月8号来启航。上午伫市府举行启航活动的宣传记者会。每次的机位大概只有50几个，我们这次船运大概有149个，就几乎是3倍大。那而且这个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要搭飞机手续比较繁复一点，那搭船很快，那航程又只有2个半小时以内就到了。那我们很感谢永捷公司跟一起来开辟这个航线那能够让台南跟澎湖之间都各有特色的观光旅游能够串接在一起，成为民众旅游的最佳选择。不管去澎湖看花火、吃海鲜，或接着下来台南安平逛老街，那这个吃美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伴手礼又特别多，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这个安平搭乘这个台南马公安平马公的航线哦。目前固定的航班是每礼拜2甲拜5，各一班安平到马公的往回，原本专票1500块，次营运优惠只有999块，半票600块。希望台南平湖的跳岛游艇，唔定会用互两地游客加一项便利的选择，嘛欢迎国内外旅客做伙来体验海洋的观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为了疏解南区金华市场新兴国体甲附近持续发展的商业机能，市府甲国有财产署合作开辟新兴新建停车场，除了增加248家的汽车位，嘛对当地整体的环境品质大大加分。交通局表示，对今仔日开始到6月3日开放免费停车。还有经济舒适的路外停车空间，就是要来应用南区金华市场新兴国体区域以及持续增加的商业需求甲经济活动。其实，这过去时常被民众违规占用，加上铺面受损，所以市府交通局甲国有财产署合作开辟停车场，嘛，互当地相当肯定。阮在地住伫遮的人吼，甲感觉人比非凡啊！大家一直来，阮较大家好成就，较为这社区遮附近周遭的里面也是要发展，会当伫阮南区国体里、中南里，啊，搁咱公民里才会当发展。111年新鲜辟的南侧的这一块哦，91席。那辟完之后，在那3年使用率非常高，再加上附近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南区的这些新兴的商场所以这边的假日的停车需求非常的迫切，所以我们在今年初就持续跟国产署来合作辟建这一块，这块比较大，这块总共大概有6500平方公尺，那可以有247个格位，那我们市府也投入了1200多万的经费来做辟建。26号，市府交通局盛大举办剪彩启用典礼，市长委托甲一个民代贵宾拢到场见证，伫地方的庆祝声中，参像办喜事同款，这块用者个新增加248席的停车位。这个地方是对地方好，对社区好，我们也会让提供社区这个打折的停车位，这样子的话，社区的居民别停你家，免惊讲人去遐食物件，结果把大家车位拢占了，大家车库无当下停。起码这个所在是上盖舒适的所以除了刚刚在过去那边91个停车位，这边248个停车位，加起来总共有339个停车位，所以说很方便。那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该停车场伫今日到6月30日是开放免费试停，伫7月1号开始就有临港收费。预计8月到底智慧停车管理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安平观音亭持续路线兴盛，观景第2台救护车予台南市消防局26号举行观景仪式，市长黄伟体特别出席，感谢庙方的爱心。100英雄哟！市长黄伟体率领众人虔诚参拜安平观音亭，发挥观音菩萨慈善大爱的精神。伫20档了后，佮观景第2台救护车，予台南市消防局前进南华区做服务。剪彩大典，观音有爱，时尚常在，金节。伫仪式当中，除了高锁时礼敬感谢状、祈福加持之外，庙方也佮特别以新娘的红花车，抱着嫁查某囝的心情来观景这台安平观音亭2号。伊个所在交通真无方便所以真需要急救的好的这个设备，所以咱甲这个救护车来伫南华遐到支援、到帮忙迄个而且设备是全户型的、加户型的，所以对着咱的这个伤患是讲这个病患伊的帮助非常足大所以我想伫遮非常感恩着师傅。感谢观音亭。29号，才拄发生新大学生伫南华前瞻阳水墙渡水的意外，市长黄伟体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号召民间力量，强化偏乡医疗资源，予市民上好的紧急救护品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另外，为了感谢守护市民安全的义消，立委林俊宪媒合先进企业，捐赠200箱的泡面予台南市消防局。面对极端气候甲各种环境灾害发生，无想到伫救灾救护甲协助消防勤务义消，一直是台南安全袂当欠缺力量。立委林俊宪除了伫国会为消防兄弟的福利、装备甲职业安全等法令来努力，
这回竟买下珍诚企业的爱心泡面，希望予义消上直接、上实用的物资，嘛为这群点点付出的英雄献上敬意。26号上午正式举办观景仪式，场面温馨。透过委员的帮助我们珍盛企业捐助了200箱的泡面，那互咱的拍尾兄弟有一个温暖互你知影讲有人咧关心你恁水里来火里去大家拢要出来，咱要入去，非常的辛苦恁的付出有人咧关心这点非常感谢。那我们有时候救灾的时候，去到一个没火没水的地方，能够支持我们的用餐问题，也感谢礼轻情意重，我们就送了几百箱的泡面，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个敬意，名利无穷啦，其实很多民众希望能够给我们相关的，尤其像警消啦尤其像我们义消他们非常辛苦的付出，大家对他们表达一点敬意啦，因为他们的努力也让台南成为一个幸福安全的城市。根据统计，目前全市总共有3500名义消人员拢在无私奉献。立委林俊宪强调，未来会持续甲企业合作，来关心基层公务体系之间团保爱力量。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接续带大家关心，台南市政府伫26号互检调所在，根据的了解，是有人检举烟科会主委王志成。疑似甲公务车使用在厝内人，也佮甲地址费使用伫公务之外。伫前往接受调查进前，主委嘛话阮讲，家己是清白的，是互黑白检举的。来看现场的画面。主委，主委，主委，是什么业务吗？我都不知道啊。就人家检举乱检举，对不对？我都不知道。主委会不会觉得这是清白的目前检调甲主委兼相关证人带回去调查，看状况决定敢要交予地检署再度询问。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议员詹培甲连续13档持续上乱，26号宣布今年暑假将对7月7日开始到8月29启动东区13间国中小弱势学生的营养午餐照顾计划。议员詹培雅的中餐助动计划自13档前就展开，对每天180个便当，到目前大约需要提供300份以上。今年的暑假对7月1号开始到8月29，总共44天，将提供东区4间国中、9间国小的弱势学童营养午餐。我们这个便当的取得的方式是，我们不要名单，我们是学校认定需要帮忙的孩子，那个就用兑换券，就是我们会给兑换券来换取我们一个餐券的本子就定的是14天让孩子每天能够换券的方式来取得营养午餐。那在这里，我想到看到很多孩子在假期中感到的很实际的关怀与温暖那我想我要谢谢我们13所学校的校长很热心的帮我们调查这孩子的需求让我们这项的计划能够持续的推展下去。上午出席活动记者会，除了东区13间国中小的学校校长甲老师，另外还有詹培雅爱心协会以及南英狮子会。对历任到现任的会长、英务会长、甲历师者拢共同出席。李市府到教副局长杨志祥嘛代表市府到场来致谢。我在这边也要感谢，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帮忙这件事情，默默做了13年，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也是今天办理这个记者会最大最有价值的一个点。中餐做动的计划，透过学校的转介，对于一开始志刚妈妈亲手来料理，到团膳同餐的供应，甚至后来餐饮业者嘛来加入，学生只要透过餐券就会用来兑换。另外嘛有协会赞助月读的礼券，鼓励学生伫个暑假期间嘛用个持续来学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旧历6月7日，上团是玉皇上帝开天门，听信众心愿的日子，因此侪侪信众拢会伫即天到天公庙祈愿。到6月3日，就是今年的天旷日，永康凌霄宝殿天公庙无量宫将扩大举办，结合好爷圣诞，准备限量600份金宝卵以及文创8000菜来结缘。6月7日天旷日，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设办祭典活动，并结合好爷圣诞，推出望好爷食金卵、求8000菜等活动，互信众祈福保运、招财气煞、保平安。天旷日是一年一度一日尔，咱的玉皇大天尊啊，大开天门，落来巡视凡间，互接受啊咱凡人啊的诉求。人讲的，咱遮众神大德，每一尊拢作灵舍，有所求啊，必有所应。祈愿啊，皆有所得。王大明表示，今年的天旷日特别定制600份文创8000菜，只有博出圣杯才会当得到，象征天赐良缘、福气加持。而金宝卵则是以创意方式来制成，会当剥开金箔外皮后来使用，有意拨开厄运，迎来好运。主要博有杯，咱庙方就种善，喜事到拢会人讲张灯结彩嘛。这8000菜会当放到咱的门的顶门槛，会打入门，安尼意味着喜事进眠。当然啦，阮也会当放到咱办公桌仔位，也是咱的发财位。天官武财神赵公明，伊的坐骑就是金虎爷。咱庙方我有定做这金宝卵，当然啦，你拜好，这卵壳烫掉，意味着否极泰来，歹运的做去，好运的大吉大利大进财安尼。庙方表示，天旷日当天，除了会举行传统的祭天、保运仪式以外，特别设有点通天香祈愿仪式，象征成愿直达天庭，并邀请3段法师伫庙埕主持过7名桥祈安祭改保运，为信众消灾解厄，祝福安康吉祥。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镜头来到基隆活宝山海边，基隆市中华国小替毕业生举办一场特别的毕业仪式。这个典礼结合畅水美体验，让学生伫高公尺深的海底摕海底毕业证书，让学生留下难忘的记忆。小朋友潜入海中，这可不是一般水中寻宝，而是中华国小传统的毕业仪式。小朋友在家长陪同和见证下，来到万木山海星游泳池，完成国小毕业典礼最重要挑战。潜水的时候、练的时候不会怕，但是下来的时候就有点怕。但是谢谢老师，就是在旁边这样子，会觉得很酷。怎么说？就是别的学校可能就没有这种活动，那我们学校就会有这种活动。就是这种活动在我们小时候可能很难有这样的活动在。那当然，如果可以让他在这边毕业的时候拿到这一个毕业证书在海里拿的话，其实是他一个蛮美好的回忆。全程都有教练在旁指导介护，让学生安全又安心。有经过这些的基本的训练，对于我们学生来讲，基本上在所谓的这一个潜水里面，基本的一些动作都还有，所以在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拿到在海里面去拿到我们的毕业证书。中华国小临近万木山，其实这边其实是我们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海岸。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潜水体验的一个课程，其实我们的老师也都具备了潜水的证照。然后这一片海域其实它涨潮之后大概也是3到5公尺，所以也符合目前潜水体验的一个就是法规。我们这次其实也特别就是邀请我们美国姐妹校的执行长一家人，对，我们其实在前2年都到学校去进行参访，然后这次也实际上邀请他们来认识我们的台湾，认识我们的外木山。中华国小毕业前，带领学生走向大海，学习海洋保育。特别的潜水毕业活动，也让学生留下难忘回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支持中和在地农民新北市议员邱凤瑶发起捐发票送高丽菜活动，号召民众捐出1张发票，换当季上市的高丽菜。捐发票，挺农民；捐发票，挺农民。下午2点不到，中和区德穗里旁的户外挤满了民众，大家都期待能用1张发票就能拿到新鲜又漂亮的高丽菜。为了支持中和在地农民及彰和国中手球队，新北市议员邱凤瑶昨天在中和区德穗里发起了捐发票送高丽菜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可用发票1张，换取当季最新鲜的高丽菜。发放时间还没到，便吸引众多民众排队响应，现场气氛温馨热络，不仅让大家吃得健康，也把爱心化为实际行动，帮助更多人。新北市议员邱凤瑶表示，举办捐发票送高丽菜的活动，一方面能帮助到农民，另外也能帮助这些即将出国比赛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心无旁骛地替台湾争光。今天也谢谢我们里长在借用这个场地这么好的场地，让我们来办这个活动有公益性的活动。最近因为刚好季节变换，那个菜价也比较跌价那我们也特别经过有人特别赞助了1车的高丽菜，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特别用民众捐赠发票来大家结合众人之力一点点小小的发票来帮助农民。另外我们也发挥了爱心因为我知道彰和国中手球队正要拿到全市的第1名，正要出国比赛，到筹募经费要到欧洲意大利来比赛。不过学生这边也欠缺了比赛的一些经费，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样捐发票来做公益的活动，来对领这个高丽菜，二方面也可以帮助农民，这个最实际的一个活动邱凤瑶也感谢里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他，感谢里长提供场地，未来也会举办更多公益活动，希望社会上能更祥和。那也谢谢各单位的支持，让我们发挥一点点爱心，抛砖引玉让我们社会的正面能够越来越正向，然后也来帮助我们的更弱势的一些团体。我们跟里长这边，我们也会继续来努力跟加油，也希望说社会这么大众在这个比较纷乱的状况之下，大家能够有更多的祥和。中和区德穗里里长也特别感谢议员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未来将持续配合议员规划更多便民与公益结合的活动。非常谢谢邱议员也让举办这个捐发票送高丽菜这个活动，不但挺到农民而且对我们的市民乡亲也有这个福利再方面的话，也帮助到我们彰和国中这个手球队，能给他们一趟成功的这个出国的比赛这样非常谢谢。透过捐发票送高丽菜的爱心公益活动，德穗里民众心甘情愿地尽自己一份心力，更让爱心散播在中和每个角落，让做公益不只单单是句口号，更在每一次人与人互动中落实下去。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日嘅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慧，咱再会。
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
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